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站起来赞美他好吗？我们拍手来赞美。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现在邀请弟兄姐妹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所有的走出去，走出你的舒适圈，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耶稣爱你呀！我们都是蒙他所喜悦的子女，耶！一起来 ，Come on！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是的，是我们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一起唱，我要赞美，换你们，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一起来 ，Come on！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啊，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是的，你是我们的神，我的医治者，我信靠你，我主耶稣，主我相信。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说：主啊，我们愿意信靠你，我完全的信靠你。雷声轰隆，在风雨中，我能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能相信。
我相信，无论那时我与你爱隔绝，主我高举双手敬拜，心靠你。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主我相信。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相信主耶稣，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我大家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跟他讲说：主，你是我神，你是我的拯救者，我们的世界在他手中。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一起高举双手来敬拜他，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称颂的。主耶稣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路亚，荣耀归你，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我们一起唱来。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我们一起唱。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闭上眼睛好吗？我们来一起为了不单单是你自己来祷告，为了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工作，你所在意的一切，你想要把自己完全献上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他说。所以说，我们不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向他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仍然，主耶稣，我们仍然
不放弃的信靠你，不放弃的依靠你，因为你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永远不变的爱。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切，无论是现在、过去或是未来，我们都来向主耶稣诉说。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我们一起唱。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心来宣告，信心来宣告，我深深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同心合一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无论我们面对到的是祝福、困难，还是未来的未知，主啊，你都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急或不然的信心，无条件的信靠你。无论你是否照着我们的期待所成就，无论环境是否改变，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你，依然坚定不移的跟随你。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照你的心意来行。即使我们不明白前方的道路，但我们也愿意谦卑来顺服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求你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安静下来，单单仰望你，领受你即将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愿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用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攻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那个在报告之前，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石佳颖这位新朋友，要请起立一下啊。好，欢迎来到我们中间。那等一下会后大家有时间可以跟他聊聊天，互相交易。接下来教会消息报告。在第一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颁发这一学期的主日学，还有少期学生的那个奖学金。那我们恭喜这些学生哦，在课业兼顾课业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来教会，就是继续持守这份信仰。那也欢迎，如果自己有亲戚朋友，他们有小朋友啊，从国小一直到大学，都很欢迎来我们教会来参加聚会。因为像我现在这个挂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少期的那个活动做的手工艺，
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小朋友其实多才多艺，欢迎大家那个亲戚朋友的小朋友可以来一起参与团契生活。然后第二点，4月6号星期日要举办清明节联合追思礼拜。那最主要的是联合追思礼拜是采登记制，所以有想要思念故人的人，请一定要去柜台登记。那可以缴交2张照片。那场次有分，就是第1堂跟第2堂，那可以重复。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第1堂、第2堂都要的话，也是在柜台登记好。那最多也照片2张，可以上半场、下半场不同2张。那接下来下一季第2季的青眼光读经已经在那个招待桌，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取用。然后最后是服饰班表，4到6月的已经公布了，如果有需要纸本的，一样在柜台索取，不然的话，目前各赖群应该都已经有公布。最后一点，4月26号松年团契要举办春季灵修，报名截止日4月15号。那有兴趣的同仁，请向美妹会长报名。接下来奉献，我们请司谢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再一次带领我们到这边来相聚，聆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得时不得时，或是我们刚强，又或是软弱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带领我们，不偏不倚的走在你所要我们走的路上。主啊，感谢你。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让我们一切平安，并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现在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最后，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1到10节。那我来念。第1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器重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切切地求他说：“你为他做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民族，为我们建造会堂。”第6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你倒设下来，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就会让我的同仆得痊愈。因为我被派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之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第9节，耶稣听到这些话就很惊讶。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那差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发现仆人已经好了。正道，今天知美牧师要分享正道的主题是百夫长的见证。百夫长的见证。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过去在牧师那个年代，就是你要出来做生意，或者有一些店面都是马路边，因为它要有能见度嘛，所以通常要做生意的人都会选择在马路边，因为它能见度高，所以大路边的那个租金通常都会比较贵。可是慢慢随着时代的演进，特别是网路开始非常的普及之后呢，就已经不一定是在路边了。巷弄里面，我会发现巷弄里面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店家，就在巷弄里，这样子慢慢的一间一间冒出来。那他们呢，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着网路评价。你们现在都有手机，都有网路评价嘛，都会先看网路评价如何，然后才去决定要不要去消费。有的甚至于网路评价很好的，有的年轻人特别是你们年轻人，都会很心甘情愿的，即使等到愿意排队等1个小时以上的，有没有？即使他的网路评价5颗星，好，我们这边还算蛮理智的，但是不是有时候在这个新中山这一边呢，就我们这一区那时候看到哇大排长龙，不知道排多久，还是蛮多有人很甘愿、心甘情愿在这边排队等。那网络评价显然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有一些人很愿意付上代价去前往消费的一个指标。虽然比较不容易踩雷啦，但是呢，会不会有遗珠之憾呢？这就不知道了。好，那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大约约莫有4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好，从最后一位先知，然后呢启示，一直到耶稣降生，大概沉默了400年左右的时间。犹太人也在期待着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之前的先知就有预言会有个弥赛亚要降世，要拯救他们，所以犹太人呢也有着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网路评价。如果那个时候有网路评价的话，他们所风闻的弥赛亚这个救赎者呢，弥赛亚就是救赎者的这个意思他们风闻的弥赛亚应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有着令人称羡的学经历，这样子的去投履历应该还蛮不错的吧？这样子的背景、出生背景、履历这个通常都会收到 offer 这样。好，那这个他们对于弥赛亚的定义就是要含着金汤匙出生，有着令人称羡的学经历，然后最后会强而有力的带领他们一起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宣布独立，他们可以得到他们这个民族的自由。但是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故事嘛，每一年的圣诞节都在演。好，耶稣这位弥赛亚，他从出生到成年，要背景没背景，要学经历也没有学经历。而且呢，他的意向、他的目标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呢，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给耶稣打几颗星。如果你们是当时的犹太人，给耶稣打几颗星？打吧，勇敢的打下去，1颗星啦，感觉1颗星就不错了。有的还，那网络评价没有星的吗？有这种评价吗？有这种选项吗？好，最差就是1颗星啦。好，就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评价就是1颗星。那后来实际上呢，耶稣在开始侍奉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这1-2个礼拜以来的路加福音的记载，就知道耶稣在犹太会堂里大有权柄的讲道，赶逐污灵，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给他赶出去，然后也洁净全身长满麻风的病人，医治了一只手枯萎的病人，还有他的各种讲论。比如说，他有论怎么样的人有福了，怎么样的人有祸了。好，比如说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等等之类，就是8福，我们比较了解的8福。好，还有他有论说我们要爱仇敌，这是很多基督徒都觉得爱仇敌真难呐，为什么要爱仇敌呢？还有耶稣又说不要评断人，然后呢要好树结好果子等等的，耶稣有许许多多的讲论。好，那就在犹太人也亲耳听到耶稣说了这一些，也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之后呢，有的人就开始给耶稣评价，等等等等，来几颗星？有极少数的犹太人给耶稣5颗星，也有极少数的犹太人
给耶稣3颗星，但是还是有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只有给耶稣1颗星。为什么？耶稣表现这么好，为什么还是只有给他1颗星？好，因为呢，毕竟耶稣的所言所行非常的反传统啊。对那些固守传统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的这些言行举止有点离经叛道。他们虽然耶稣讲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让你无法辩驳，但是，你要我给耶稣打5颗星，我还是真打不下去。好，有的人退而求其次，好了，3颗星啦，友谊赞助一下。好，但是绝大部分坚守传统的1颗星。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1到3节。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PPT。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3节就好了哈。1到3节，请。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器重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这边好，牧师差点自己都超车。好，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好，这3节，这边说有一位百夫长，他所器重的仆人生病了，而且病得几乎要死。百夫长风闻了耶稣的事情，他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很有权柄的话，又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就托几位犹太人的长老去拜托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这个百夫长呢，牧师要在这边先说明一下百夫长这个职位。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一个骨干，他专门负责训练士兵的，他是专门负责教育训练的。好，按罗马军队的规定呢，他们的兵丁罗马的兵丁在军队服役20年期间是不能够结婚的，不能够有家室，要作战嘛。这个罗马军队认为，你要出去作战，你就不能有后顾之忧。你一旦有了家室，你就有后顾之忧，那你就不能奋勇向前，因为他们的版图实在是太大了。好，这是他们的规定。也就是那些兵丁呢，在驻扎地不能结婚怎么办呢？不能结婚可以怎么样？我有个地下老婆总可以吧？好，我不浮在台面上，我不浮上台面的老婆，我总是可以，台面下的老婆总是可以吧，总是可以有吧。好，所以呢，许多的兵丁在他们的驻扎地都有地下老婆。那作为长官的人呢，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毕竟生理上有生理上的需求。好，相较于兵丁，这个百夫长的调动就比较频繁了。兵丁可能不太需要调动，但是百夫长呢，因为他要专职负责训练的，好，所以呢他的调动就比较频繁。通常呢，这个百夫长即便他想要有地下老婆，那些地下老婆也不想跟他，因为这些地下老婆也会看你不久你就要调动了，我还跟着你干嘛？我当然去跟那些比较稳定的兵丁嘛，好，所以这个百夫长就通常都是在退役以后才会结婚。那服役期间呢，百夫长所谓的家人，也就是他的仆人，就是长期跟着他调动的仆人，就好像，以前我们如果说看古装剧，有一些书生，好，他如果说要去科举考试，他家里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就是不是那种穷书生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家背景的，都会旁边有跟着一个什么书童嘛。好，帮他背书帮他点灯磨墨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如果是打高尔夫，现在我们来打高尔夫球都什么杆地什么之类的好的杆地比较杆地可能我是没有打过高尔夫球，杆地会换吗？还是会固定有一个杆地专门当我的杆地这种？一场球就是一个杆地。好，那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就是长期一直跟着他轮调，换房的那个，一直跟着他的那个人。所以百夫长跟仆人的关系，除了是主仆的关系以外，更是一种长期并肩作战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一般的家人的关系其实还要更加紧密。好，他比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个百夫长，这个童仆一直跟着我。我的家人不要几年才能见一次面，好，
好，那如今呢，这位长期并肩作战的仆人病得要死，可以想见这个百夫长他其实早就透过他一切在军中可以使用的资源，想办法来医治他，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好，就是他的病情还是毫无起色。那这个就在百夫长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了耶稣的，曾经听过耶稣的事迹，虽然他从未亲眼见过耶稣，但是却风闻耶稣的事，也常关注耶稣的一切。他没有被那一些有关耶稣的负评，比如说没有被那个1颗星，虽然1颗星很多哦，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1颗星，耶稣得到的1颗星非常的多。你一打开，如果 FB 一打开，哦，那个1颗星就是1颗星，好，那个3颗星、5颗星也是非常的少的。好，他没有被那些负评影响，百夫长就毅然决然的托了几位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那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百夫长好歹他也是有一个影响力的罗马军官啊，因为犹太人的地位，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就好像之前台湾被日本殖民，在日本殖民之下，台湾人就是怎样次等公民嘛，我日本军官说什么你能说不吗？好，所以呢，百夫长照理讲他这么有影响力，而且在社会地位也是犹太人高一等的，他为什么会去拜托犹太长老？为什么不直接下命令就好了？那为什么他又会关注耶稣的一切呢？刚才有提过，许多罗马兵丁都有地下老婆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的道德，在道德上非常的败坏，他们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乱，非常的乱，男跟女的关系非常的乱，然后男女都非常的乱。好，所以这位洁身自爱的百夫长真的是出污泥而不染。好，他呢对当代的那一些很败坏的风气很不以为然，所以他对犹太人独一神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独一神论，这个强调忠贞跟忠诚的信仰，渴慕已久。牧师在前2个礼拜有跟社区英法族的那些长辈分享，我们在一些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现代年轻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很忧心啊。好，他们分享说，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分享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现况。他们说啊，然后牧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婚姻就是他们觉得婚姻就是有互惠的关系而已。我可以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至于你要我牺牲奉献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能同心同行到什么程度，不敢奢求。我们看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就知道了，对不对？我有独立，以前的人不太敢离婚，是因为通常妇女在过去比较没有受教育，也没有出去工作，就是没有经济能力，她必须依附丈夫，她才能生活。可现在女性不一样，对不对？好奇还有我们这些女性们、姐妹们，丈夫对我不好，切了，我自己也养活我自己，我干嘛这么委曲求全的？想当初我在娘家，在我妈妈家也是当成宝，为什么在你们家就变成奴隶什么的之类的？我何必呢？这样，好，反正呢，就是牧师听了他们这样的分享，我有很深的感触啦，他们就说啊，先嘛好，因为他们的儿孙也都进入了就是有适婚年龄的这个阶段。那我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满心感谢上帝会为了我们的软弱跟需要，预备了这样子那么大的一个恩典。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其实都渴望一份什么？渴望一份关系上的安定感。为什么现在人不敢步入婚姻？就是怕嘛，怕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会害怕啊，他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有人说在谈恋爱的时候，以前有说婚姻是坟墓这件事情，这句话你们应该有听过，对不对？哇，在婚前怎样的好，结果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前哇5颗星，结婚以后我没有给你3颗星就不错了，1颗星就差不多了，很多这样子的情况，所以离婚率这么的高。
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需要渴望一份安定感，关系上的安定感。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心能够共同找到一个靠岸、一个安定感的所在。因着我们与上帝、我们与耶稣的这一份安定感，让我们有信心跨出去，可以跟人建立共同努力，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长久稳定的关系。这就是百夫长对这个信仰的渴慕啊！因为他也知道啊，他看到他训练那些兵丁都是地下老婆啊，那种关系能长久吗？那就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而已嘛，对不对？那好，除此之外，百夫长之所以会关注耶稣，也是因为耶稣他刚才牧师有讲了，他讲了要爱仇敌。所谓的仇敌，就是在当时就是一切抵挡这个信仰的人，就是反对这个信仰的人。好，耶稣有关爱仇敌的这个讲论。犹太教是一个相当内聚型的宗教，他强调犹太血统。他们深信上帝的恩典只会赐给那一些被拣选的犹太人身上，或者是借着割礼正式皈依进入犹太教的人。那像百夫长这种也没割礼，然后也没就是这种外邦人，就是跟恩典无份的。上帝的恩典跟他没有关系，虽然他也帮忙建造会堂啊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对犹太人来讲，你没有割礼，你没有进行割礼，正式进入我们会堂，你是无份于上帝的恩典。好，那耶稣这个爱仇敌的讲论带给百夫长很大的盼望。百夫长确信，只要他愿意向耶稣靠近，耶稣就一定会以永远的慈爱对待他。只要他愿意跟耶稣建立关系，即使他没有在当时的规定里面行割礼，耶稣也一定会接纳他。于是被耶稣的爱所触动的这个百夫长，就谦卑的去拜托他所认识的犹太长老，赶快去请耶稣前来医治他的仆人。我们继续看经文的第4节到第8节。第4节到第8节，这里说，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切切的就是这些犹太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切切的求耶稣说：“你为他做这事是配得的啦，你去医治他的仆人吧，他很配得，因为呢，他爱我们这个民族，他为我们建造会堂。”好，下一页。然后耶稣就和这些犹太长老去。正去的路上，离那家不远，眼看着就要到了。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耶稣说：“啊，主啊，不必劳驾，不好意思，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样子让你这样子跑一趟，好，因为你到我的舍下来，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就会让我的同仆得痊愈。你不用亲自来啊。”这个信心很难得，很多时候都说啊，牧师要祷告啊，牧师没有祷告都没效。有的时候牧师祷告也没效，为什么呢？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就知道了。好，有的人就是百夫长的信心说，我说你们来，你不用来为我祷告，好，我自己跟耶稣求，耶稣就会给我。好，那他说第8节，为什么百夫长会这样讲呢？百夫长说：“因为我派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之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会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会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会去做。”这些犹太长老果然不负所托，忠实又诚恳地传递了百夫长是怎样渴慕真理的一个人。其实这些话都是那些犹太长老额外讲出来的，对不对？好，这些犹太长老知道这个百夫长的为人，这样子，好想说多说一点，可能打动耶稣的心，这样子。可见的这些犹太长老也是给耶稣打几颗星的，就是那种默默可能打3颗星或5颗星的人。好，那耶稣呢就立即回应了这个请求，马上就动身前往百夫长的居所。这个消息，百夫长是部队里都有很多小兵嘛，好，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百夫长的耳中。传令兵传递消息是很快的。好，百夫长为了照顾陪伴他这位病得要死的仆人，他分身乏术，没有办法离开，就拜托几个朋友去跟耶稣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啊！只要你一句话，就会让我的同仆得医治，等等的。”因为
因为我是被派在人的权下，是受托于上级的百夫长，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可以按着我的职权分派工作给下面的人。只要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这个说来，他就来。好，当过兵的人，牧师要问问题了。当过兵的人，你还是当2年兵役的人，举手一下。你们都不是当2年兵的哦，这么幸运。好，当过1年兵的，好，当过1年，勇敢举手啊！我知道季红是4个月的，来1年兵的。又说你没有哦。哦，你哦，好，哦 ，OK， 就这样的体质不太一样，体系不太一样。好，当过兵的人其实都很清楚啊，在部队里军令如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嘛，哈。合理的要求是什么？来，1年级的，1个年级的知不知道？当过1年级一年的兵的，哈？哦，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好。反正呢，不管是合理不合理，都是锻炼啦，哈。好，这些情况呢，对专职训练兵丁的百夫长是再熟悉不过的。对一位中阶干部百夫长来说，他了解一个命令，如果能做到绝对的顺服，他所发出的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不论百夫长是不是认同上级所下达的指令，他为了能让这个指令能够顺利在基层切实的执行，那个中阶干部是不是能绝对的服从，就显得至关重要。有一个团体游戏叫做就是传递密码，比手画脚，对不对？青少期很爱玩，有玩过吧？好，就是几个人嘛，几个人排一排，然后第一个看题目，然后就比手画脚给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然后第6个是最后一个的话，他就要猜，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可是往往这个游戏好玩是好玩在哪里？我们会看到第1个在传给第2个的时候呢，可能第2个就会有很多的脑补画面，你是在比什么？然后呢，他可能会用自己的理解，然后再换动作，可能就会做一些调整，要传给第3个，然后第3个更撒龙魔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我们看绝对服从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耶，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判断嘛。这个什么怪动作啊？你要我怎么比啊？怎么跟着比这样？人家后面我都不理解了，后面人怎么理解了？这样哈，诸如此类的。所以但是绝对服从对这个中阶干部，而且他是专门训练兵丁的这个百夫长来说，是他的，应该是说他骨子里啊，他骨子里就已经这个顺服已经内化在他的骨子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战争是稳赢的啦，没有什么比赛是稳赢的。战争一旦开打，即使服从军令，也未必能得胜的情况下，上级所下达的指令，中间干部依然要如实的传递，让基层的兵丁能够切实的执行。那上中下众将士如果能团结一心，同心同行，抵御外敌，不论结果如何，但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什么？当过兵的人怎么那么心虚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因为没办法同年同月同日生嘛，这个几率太小了。好，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百夫长的渴慕啊，也是他信心的根据。虽然耶稣有耶稣的权柄，他有医治的权柄，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耶稣不能逾越天父上帝的主权。这就好比我们常讲说，祷告，我们的祷告上帝怎么都不蒙应允啊？耶稣怎么这么 low 啊？怎么这样子的事情他也做不到？这个中阶将领这个百夫长，他一方面热切渴慕耶稣，他盼望他的这位上级指导，这位耶稣呢，能够接受他的建议，接受他诚恳的提醒，提出愿意跟他一起面对眼前他百夫长病得快要死的这个困难。另外一方面，百夫长也已经预备好什么，耶稣要下达什么样的指令，他都顺服。
他把主权交给耶稣。不论耶稣是否医治，不论结果如何，百夫长都愿意跟耶稣一起面对这个难关。他愿意邀请耶稣，跟耶稣建立关系，一起来面对这个难关。他相信因着耶稣，必能打一场漂亮的胜战。这个胜利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读了经文知道说啊，他得医治了啊，所以当然胜利啦，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胜利不是在于这个仆人是否能得医治，而是这个百夫长不再仅限于过去风闻有耶稣，而是现在亲眼看见耶稣，亲眼看见耶稣，他愿意更进一步与耶稣同行，跟他连结，这就是百夫长的见证。我们看第9节、第10节的经文说，耶稣听到百夫长的信心，他所说的这些话，第9、第10节，下一页 PPT。耶稣听到这些百夫长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的惊讶。他非常的惊讶，在以色列里面，这些犹太人，我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结果呢，一颗星还是一大堆人不相信我。然后那个3颗星、5颗星的人，可能他们不敢冒出台面啦。他们就是默默的在底下，他们可以，但是要他们连起来联合签署什么？哦，不敢，唔汤，他们很怕被同样族群的人排挤。好，所以呢，这个耶稣就很惊讶，就转身对那一些就是跟着他的众人，他旁边那些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见过。”那差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就发现，仆人竟然都已经好了。虽然当时的犹太人也曾风闻耶稣的事，但他们却常以自己想要的结果去判断这个耶稣是不是值得我去跟随。他们始终放不下自己的主权，也放不下心中的疑惑，还有他们的欲望，因此他们始终没有办法顺服，更无法贯彻上帝，也就是他们的上级，所谓的上级将领的命令，所以他们始终都是个输家。他们始终是输家，他们得不到救恩，也得不到自由。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坚信的时候，我们也曾像百夫长那样风闻过许多耶稣的事迹，甚至还亲眼见过他。那么直到我们受洗，也不再只是听过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而是我们不断的亲身经历信靠耶稣如何让我们得到释放，如何让我们得到自由，如何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捆绑。其实今天早上有台语礼拜有颁发那个主日学奖学金嘛，哈。很多时候牧师会非常的感慨，就是这些孩子，特别是儿童，就是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就是小学生，一到了国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各样的理由要补习，或者是怎么样的理由，就不来教会聚会了。他们选择了补习，他们放弃了敬拜上帝的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牧师非常的感慨，但是牧师也不能拿着刀架着他们说，你们就是要跟我来教会，不然如何。这么多的见证，我所谓的不被这个世界价值观捆绑，就是牧师也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因为慈爱今年要升学嘛。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他分享过，但是我常常跟一些牧师在分享说，我不求他能够，不是不求，我的意思是，我不那么积极的去迫切的去想要他去读哪一所校系。我的祷告是，不论他去读哪个校系，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他持续敬拜上帝、持续跟随耶稣的人的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是会让他离开这个信仰，再好的，主啊，求你拦阻，不要让他去那个地方，因为在未来，
学校会毕业，在未来人生的道路这么漫长，你们大部分都是在社会已经在社会上有一番历练过的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怎么样才能不被这个世界观辖制，不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只有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在前往天国背负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还有许多的硬仗要打。我们最近在读路加福音，我们有读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赢了这个试探，他胜过这个试探，但是那个经文叙述说，那个魔鬼撒旦暂时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赢了，很多时候我们打赢了，但是一松懈，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他就进来我们的心，想要来控制我们的欲望，让我们的欲望多又多，大又大，一直不断的像笑一样膨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好不容易才打一场胜仗，结果一不小心一转头，哇，我们就输了，我们就被捆绑，失去了自由。然后我们又要再靠着耶稣挣脱枷锁，重获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在表面上，在这个世俗的眼光跟评价里，我们好像看起来是输了，但其实我们是赢了。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输了面子，但是我们赢了里子。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赢了面子，但是却输了里子。到底是输还是赢，取决于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场大小战役当中，我们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的成就跟产业是否能守得住，还是我们在意的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按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去发展？又或者我们所在意的是能否与主同心同行，渴慕与主耶稣紧紧相连的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历练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所成就。牧师不是说啊，我们不希望大家都低成就啊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是有层次的。我们要从渴望表面上就是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成就，能够更进一步在意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能跟耶稣持续的与他同心同行？就在百夫长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痊愈”的那个时候，百夫长真正在意的是他要与耶稣成为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就是在战场上能够背靠背，我放心把我的背后交给对方的那种关系。我不用一直频频回头看，生怕我有没有人给我放冷箭还是什么的，我不用怕，因为我的背后有耶稣，我的背后有主，我的靠山，我的磐石，所以我只要勇敢向前就好了。我只要勇敢向前就好了。这就是百夫长他所渴慕的，即使会输，即使耶稣会因着天父的主权没有办法将百夫长的苦悲挪去。我们现在是大斋节期，在不多个礼拜我们就进入受难周。上帝并没有将耶稣的苦悲挪去。当耶稣非常痛苦的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主啊，父啊，求你把我这杯挪去”的时候，耶稣说：“无论如何，愿你的旨意成就。”百夫长也因着他与耶稣这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他一定会得到安慰，即便他的仆人没有被医好，即便这个苦杯百夫长仍要喝，但是他会因着他跟耶稣刚刚有讲到，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即便死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落入了一个非常在人生当中非常凄惨的幽谷里面，但是他也会因着这份关系，这份并肩作战的关系得到安慰，也会因着这份关系重新得力。上帝透过不同的场域跟环境，不断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他始终希望我们不再只是风闻有他，而是会像百夫长一样渴慕亲近他。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因着我们所经历到的、所看到的，就跌倒，就失败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目不要只停留在这个世界，而是要更多、更多的注视耶稣。就像我们知道，一对夫妻会在经历各种风浪的过程当中，应该始终注视着彼此。同心同行的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同心同行的本身就是莫大的祝福。盼望百夫长的见证，他与主耶稣那种即使经历死亡、失败都无法破坏的关系，会一直出现在我们每天的日常里，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永远的依靠。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背后，始终有这么一位主在与我们一起征战。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主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主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那深深的渴望。主是的，在这个后现代这么充满冲突、破碎、疏离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深深的渴望一份稳定的关系。主啊，主，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啊，当我们全心来敬拜，当我们用敬拜将我们的全人，当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的时候，是的，主，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主，你必救赎我们，你必接纳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心同行，让我们引领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会后诗。好，大家都很熟了，自己唱。嘿，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不大声说，不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做伙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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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你们！大声说，嘿，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都会，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我们华语礼拜在这里结束，大家可以默祷闭会。